11月1號咧到9號呢個期間咧，喺石硤尾咧就有一個展覽會啦。咁個展覽會咧就係西裝界嘅海派大師邱復興師傅嘅新書發佈會，再加一個回顧嘅展覽。當中咧有好多師傅嘅展品咧係展出嚟，咁亦都有好多好珍貴嘅相片啦，包括5000幾張嘅工藝製作相片會展現出嚟。咁小弟有幸咧就喺7號咧就有一個分享會，咁當中咧就會示範咧師傅教落嚟繪畫紙樣嘅一個方式啦。咁然之後潛伏嘅工藝製作啦，咁另外就仲有呢一件半製成品咧，就到時候會再同大家展示同埋分享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咧，就立即行動報名參加。多謝大家支持。